1、2、3。1、2、3，1、2、3，1、1、1。有些刘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彼此来祝福哦。来，学了咱主咱上帝。阳光，阳光，阳光，圣油歌，都有阳光，咱做来学了来敬拜。阳光。耶和华，阮的上帝啊，求你拯救阮，对外邦中自一阮，通互阮祝谢你的圣名，抓你的受恶佬做大法。着恶佬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对永远到永远，完整百姓拢讲阿门。恁着恶佬耶和华。耶和华，求你互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求你换新阮的日，亲像早时一样。咱来开嘴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也有赦免的恩典，愿主来祝福，互咱会通自由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嘴，伊就大大祝福。咱开声来祈祷，咱来感谢。主，荣耀的君王，你也是主爱怜悯的主。你无看阮的罪恶，阮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已经伫十字架顶赦免阮一切过误，甲
甲欠缺。愿主来帮助阮，时时献上感谢，常常祈祷，你的喜乐平安就充满伫阮的生命，也你的保护来撑起阮，互阮有满心正直的心，同心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也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但我在耶和华救伊受我以为，要对以圣的天听伊。用伊正手的quyền力救伊，有人我靠車，有人我靠馬，獨獨阮要講起耶和華阮上帝的名。咱要做為着咱的國家城市來祈禱啦吼。咱看見最近的即個局勢吼，你罷免我，我就罷免你吼，所以有侪只會佇政治上的混亂。咱恳求上帝来怜悯伫台湾即个都市即个国家吼，咱也会通伫即疫情的即控制中间吼，6月7日有大解封嘛，解封，所以咱会通开始爱餐，咱会通伫人数中间吼无受限制不过。有原有实名制的实名制吼，所以咱即摆尽量就是有刷卡，咱知讲啥物人有即摆伫教会安尼吼。咱开声来祈祷，为着咱的执政掌权的吼，互咱的城市、咱的国家会通得到平安顺序来运转吼。咱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伫万国中来掌权做王，你是台湾的主，用别个偶像代替主上帝，伊的忧苦要拿加天。主，阮知影当人无敬畏你，用人手所做偶像来敬拜的时，主，你的恩典离开，保护着撤销，阮就爱面临做这个危险。今仔早起，阮也检采有人伫地动的中间来醒起来，阮有看见大家妈祖的示景，每一年就伫迄中间有地动，有遮个自然的反应。求你来怜悯看顾阮台湾，互人知影敬畏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也是台湾百姓的主。求你来看顾、保护这个国家、这个土地，这土地顶面的百姓，互阮会通伫遮得到主你的讨放自由来敬拜你，互人搁较侪人领受你的救恩，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也继续为着咱需要伫心灵的方面，咱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落伊。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气力，也是伊受我以为得救的为所。求你拯救你的百姓。祝福你的产业，尤其因扶持因到伫永远。所以尤其咱每一个人伫心灵伫咱要得到的产业、婚姻感情，咱工作的事业的发展，有伫囡仔过来的考试7月，人甲人中间的和睦好好的关系，咱献上感谢恳求。伫即几项的中间，你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
有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来祝福。你若有需要，你即时你着通徛起来，啊嘛开声，咱坐地也好，徛起来好，咱开声来祈祷吼，请同工为着遮个需要的人伫遮来祈祷吼。主耶稣，你讲今仔劳苦担重担的会通受群你，你就要互因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主，阮的心常常因为外面的环境、人的因素，无法度得到安息。阮因为人甲人的关系，心会感觉艰苦、忧伤。你来就是要帮助，互阮甲上帝、阮甲人有和睦徛起。因为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使者，愿主你来帮助，互阮甲人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因为阮的心灵才通得到透放自由，有主你的喜乐、平安、医治、供应来引带阮行入主你恩典的道路。互阮大大开嘴心，你的应允就对你的圣所来降临，充满伫阮的中间。帮助阮经历人捌，你是搁真搁主，会通应允阮，甲阮三个同在上帝，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小人祈祷，用主的话做个宣告讲：迄时恁要求求我，要去祈祷我，我要听恁，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专心找我。咱为着这礼拜主日咱的逐项的聚会也为着女主席伊的暑假经费来代祷。今仔日嘛有黄头美老师的亲自讲座吼，对这个少年的家长囡仔拢有真好的帮助。感谢主，互咱有白话语的开课吼，互听较无台语的吼，会通伫遮来学习安怎听台语。夏令营的筹备，拄啊，还佫有剩2个名额，拄啊有同工讲，牧师已经满吼，免佫报啊吼。所以咱100个已经满吼，佫有20个是互遮个较弱势吼。所以感谢主，看见遮少年人因愿意，昨嘛有真侪遮个第一遍来参加志工的吼，我伫遐甲因勉励、甲因祝福吼。有遮个囡仔，佫有吼遮个志工嘛是话拢是外口的，无是住的吼。但是因为安尼营会，互因会通透过这信仰建立，所以咱伫祈祷就讲主啊，你祝福，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还是年幼的，拢会通伫你的恩典内底平平来得到祝福。咱也为着第9区区长、小组长每一个组员吼，互因会通伫遮透过小组的聚会，彼此关怀，来领受经历上帝同在，甲彼此的听。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来起立来祈祷，咱来祝福为着牧者，为着咱整座的聚会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做人的祈祷就开咱当心的祈祷，你要应允；当心的祈祷，你要兴起你的教会。伫这个世代，诚做光，诚做夜；伫这个城市，诚做光灯。主你的话来运行，这个道理阐明，互听的人就领受。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主耶稣伫你的圣殿，因为你的阳光充满
互阮有为会通得到清气。求你甲阮创造一颗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伫敬拜你的中间，会通领受你的真理，真理开拓阮的心，互阮会通捌真理，会通跟对你的脚步，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也互阮会当成做你施恩祝福正人的管道。愿主透过每一项的聚会，会通将各样的智慧充满伫阮的中间，会通引带人来到你面前，当伫永活福气。主，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去，救阮脱离你歹。伊国权力、荣光，拢是所代代保证。阿免。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听说咱即时要用欢喜的心，恳求主来建立一群大能的勇士，来用和乐的心来和乐主。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勇士，一群充满和乐的勇士，因为他我相信平安福气，可要延续我宝贵的名。主啊，献你给你教会，我我的你天国，加入基业，阿水基业，你心也会高高。我要建立一群我的勇士，一群充满和乐的勇士，因为他我相信平安福利，可要延续我宝贵的名。主啊，献给你教会，我我的你健康，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大能的勇士，我要建立一群我的勇士，一群充满和乐的勇士，因为靠我相信平安福利，可要延续我宝贵的名。主啊，献给你教会，我我你健康，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主啊，献给你教会，我你健康，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主啊，献去家人教会。主啊，献去家人教会，我你健康，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献去家人教会。主啊，献去家人教会，我你健康，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加做一个，加做一个，阿做一个，你心也会高高。哈利路亚！这是主上帝掌权的国度，阿妹吗？阿妹。也说，请坐。伫19世纪，英国的一位文学家叫做狄更斯，伊所写的一本册《双城记》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这是一个上好的时代，也是上歹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妄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
也是一个妖异的时代。这甲咱即时所徛起混乱的时代真相像。但是咱爱宣告讲，伫即时是咱上主掌权的世代。主要透过咱基督徒来活出信心，活出盼望，也要这个世代来活出主基督的仁爱。有一款听对天而来，你山甲我，你海甲深，笑袂透，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叫你我，好用我的生命，互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念着我心内听的约会，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有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切袂透，望袂着，却看会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叫你我，我用我的生命，互家己正做别人祝福。耶稣的听，念着我心内听的约会，请咱做伙让世界活出听。有一款听对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想袂透，望袂着，却看会见。有你，因为有我，甘心予人用心来听，将心内一款的听活出来。耶稣的听，叫你
要来敲吹四散的人，主你来就是要帮助阮看见上帝的救恩。主你来就是正做迄条永远的道路，透过真理，互阮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主你就是真理、道路甲活命。若无人借着你，就袂通到伫天边迄个所在去。做阮用信心来交托你的引带，互你引带阮经过风暴，正到伫青翠的草坡。互阮因为你的话养持，对两者的中间来得到坚固，会通起来面对阮人生每一脚步。透过今仔日礼拜，求你会用恩典彰显伫阮中间。你就成做阮的气力，阮的帮助，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向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起立吟全首。恩典真正大，日日地传，无论好影也必听，伊拢会作伴。咱着相念伊的恩，日日有出，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烦恼变好去。伊的甲伊带，无人阮的拢无散。归人的习惯，平安福气有这么大。我路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咱同心来祈祷，求阮赐福阿爸爸上帝，伫你掌权国手下面，随望喜宴、瘟疫、创患，全世界陷落伫惊吓、烦恼、懊恼、不安的中间。若是你帮助阮的国家有真好的防疫成果，保守阮有满满的平安，愿往日现象感恩无煞。也求你少年为着防疫工程，着无付出的相关人员，大大赐福去互因。这粒阮的心神要继续军队圣神的引带，一切伫基督内面同心敬拜上帝。总是因为阮的软弱，有时阵伫有意无意的中间犯罪，亏欠你的荣耀，引起你的大受气。我要伫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因为你的受气不过百年久，你的恩典是一生会久。规暝虽然有啼哭，早起时就有欢喜。点彩阮有人遭受病痛、患难，暴露伫郁闷、忧伤的陷阱，求主怜悯医治透放。
讲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灭火的灯火伊无拍熄，因为主捌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也佫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开赢世间。感谢主，愿所有荣耀、恶乐，拢归伫你的名，拢归伫你的姓。主上帝，阮的教会有侪需求装备活动，求你来掌权带领。我要为着女子新学院的事工甲经费，也为着洪桃美老师所主理的亲子活动，以及8月2基础班的学习、夏令营的筹备，搁有伫下晡要召开的总部会议。恳求你赐落稳定，互逐项事工推动进行顺遂，丰盛供应，丰盛供给无欠缺。遥阮所做的拢通荣耀上帝的名，过你的情人。阮也要为着牧养系统第9区17小组求主保守，每一位组员长长过着属灵的生活，亲密亲像一家人，万事交托。确信上帝的确引带头前的路，互因也互因愿意接受造就，更加有气力热心侍奉上帝，服侍人。特别是家庭区长詹翠芬长老、小组长黄敏执事，有教育的智慧甲气力，真心服侍，袂为也善。当我要搁一摆领受你的旨意，通过牧者的开帖来滋养灵命，由圣神恬静正人的心，认真来听。阮将这事摆伫你的面前，求主接纳阮的感谢，应允阮的恳求。伊倒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听者，这是咱来启应文第45篇，是对以赛亚书40章来的。启应文第45篇。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也捌看天。啥物人创造这的星？一声是上主。伊调10000军算因的效业。伊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诉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起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嘛袂善，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野善的人，伊互因有怨气。软正的人，伊甲因加添气力。少年人都袂野善，勇壮的人嘛会滑倒。一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体势悲悬，因行袂走袂先。煞者要请陈立宏兄弟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你是信实的上帝。
后尾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4章27节到28节，把克里版标为圣经伫152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见无？《使徒行传》14章27节。隔日，甲巴拿巴离开遐去德比，已经传福音伫迄个城，互侪人来做学生，就倒转去罗斯德，伊顾念安提阿，坚固学生的心，劝因常常点着信，佮讲，咱着对侪艰苦来入上帝的国。因伫逐个教会，甲因设立所敬的长老，禁食祈祷，就将因交托伫因所信的主。就经过比西底到崩溃里啊，已经讲道理特别家，就落去阿大利，对遐搭船到安提阿，就是因捌伫遐受交托，伫上帝的恩典来行因所圆满的工，已经到组织教会，讲起上帝所甲因行一切的事，也讲上帝安怎样甲外邦人开信的门。就甲学生三甲大3年久以上，这是请本堂由破洪主任牧师来讲道。要讲的题目是面对。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你来帮助阮，面对阮家己，面对环境，面对一切人，互阮会通安怎去解决阮中间的关系，会通。有和睦徛起，当阮同心合意和睦徛起，主你就伫阮中间，透过你的话真理来帮助阮开拓，互阮的心会通拍开，看见你的同在，甲你所要赐互阮的恩典。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要来做伙学习一件代志，就是面对吼。面对咱检测，我公司结束哦，搁后一步要怎行？面对我甲人中间的关系，我要怎和睦徛起？检测，因为一句话，互我的心受伤甚至有个人因为一句话心内扣分有迄个害人的念头，等等遮吼。所以面对伫人伫即个代志，也是环境。咱拢需要有智慧，要怎去面对，甚至有勇气要怎面对吼。有一部电影叫做《你欠我一个回失礼》啦，就讲道歉吼。即部电影其实伫咧描写黎巴嫩内底吼，过去伫1975到1990吼，伊大概有15年的内战吼。伫迄个内战中间，咱看有疼哩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甲族群吼。即个故事影片内底咧讲两个人，因为一个人是基督党的即个基督徒吼，另外一个是巴勒斯坦即个工头，伊咧装修即个厝吼。因为一支水管水甲流落来，所以伫迄个语言的中间会对话彼此的伤害。对到讲，因为两个人的冲突。造成安怎？或者是巴勒斯坦，佫有另外一只族群，所以引起迄个族群的对立。有心的人就伫安怎来挑起遐个争端啦。所以做伫遐煽动你啊看了，伊咧侮辱咱的族群安尼吼。所以因为安尼冲突到伫扩大，成做全国性的一个暴动吼。到尾安怎去解决？安怎去面对吼？我想伫咱面对真侪遮个检测，因为一句话引起遮个争端吼，咱要怎伫遐面对？咱先来看短短一个影片吼，咱来看卖看，面对遮个情形，咱要怎面对未来？现代黎巴嫩展开。汽车修理工东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党徒，在某天都市更新的工程中，与巴勒斯坦工头叶瑟因为一根水管的装修问题爆发冲突，叶瑟更是出言辱骂了东尼。
于是东尼一气之下将此事告上法庭。不料原本只是在两人之间的冲突，却因为双方的敏感身份以及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下越演越烈。有名的律师团队与媒体也纷纷找上门来。随着事件的发酵，这场官司造成的影响渐渐扩大至全国上下，许多极端主义分子也在此时开始蠢蠢欲动。这场令人不安的冲突究竟会以用什么款的方式伫遮来结束？这是要有真有智慧。后来因为总统的改革总是嘛无法度用总统的权柄来解决最后的解决的方式是安怎？是彼此去认同你有迄同理心，你有同理我的感受，我的受伤啊无？我有感受你内在的即个受伤啊无？所以到尾即个当事者讲。你只欠我一个道歉，来做一个和解，做一个结束，有机会咱会当去看，这就是人甲人的中间检查，因为你水讲哪会甲我滴落来因为安尼本来我要甲你会师的，结果安怎？哇，你遐歹声扫，所以我一句来，你一句去安尼所以造成规个暴动。咱看讲伫这个弗洛伊德顶回咱讲的这个黑人美国的黑人。伊受白人的这警察伫遐压制，结果死亡最近嘛是继续伫影响族群中间的对立嘛。总是有个人就徛出来，安怎伫遐来和解。所以话伫讲的过程中间，足要紧，你的态度、你的表情、甲你的声势，拢会影响未来免怎伫遐来面对保罗其实伫伊所面对过程中间嘛有真侪遮困难顶礼拜咱会记咧咱看见伊伫罗斯德的传福音，伫遐互当作神明，对吧？巴拿巴互当作啥物？宙斯宙斯，对吧？万神之上的即位伊咧希利米就是讲伫迄个伊主要讲话伫遐传达的伊边仔的使者所以伫遮因拒绝讲，我毋是神我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人拿定结果见笑转生气所以伫遐中间，佫有一阵，咱会记得袂？有一阵人犹太人，因对开始对因对比西底安提阿开始到伫以哥念就是即摆孔牙，然后伫遐怎煽动，哇，因就是拢黑白讲啦这异端所以伫到伫以哥念时，咱要用石头甲因钉的时，就紧走到罗斯德，结果伫罗斯德去用钉着安尼钉甲人甲这就死安尼结果伊佫无，然后爬起来，佫倒转去城内，迄若是你我，你会感觉安怎？紧酸对无骹底抹火油，安怎硫酸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保罗伊佫徛起来，检采流血流滴佫行入去，然后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讲，因两个人就佫到伫特别的所在继续传福音，毋惊死啦所以做基督徒有当时爱安怎苦会起啦耶稣讲，恁若要跟对我，恁爱举起啥？举起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到底迄个十字架是啥物？是你的厝的人吗？对你的朋友得救的负担吗？你是毋是通付出遮时间？小组长会通付出时间去牧养咱的中级检采，你有真侪遮工作，总是伫迄个其他你搁爱付出遮时间，你是毋是有法度伫面对遮困难的时阵，保罗我检采会讲对，我即摆爱面对真侪，可能有一群人安尼对调阴魂不散安尼我行到对，伊就对到对安尼我传到对，因就破坏到对。所以伫这过程中咱看保罗伊有面对遮个传福音的困难伊一定会讲对，我即摆是我嘛面对遮个困难这对咱来讲，承受遮个困难。当你伫信主，你头一代的信徒检采伫特别对即个丧葬的礼仪过程中间我想有当时咱会面对亲人毋是信主我免怎面对着迄个丧葬的问题，遐个仪式会当野香的，会当归卖，会当拜卖所以免怎伫遮来面对今仔日咱透过伫传福音，伫种信仰顶面，咱免怎对困难困境的中间来
认捌咱的人生的意义。过来就是讲，你要安怎伫遮来赢过？保罗伊的秘诀是啥物？讲我靠着啥物款的困难，我会当赢过伫遮的困难，会当有啥物款的秘诀、秘诀伫咱的中间？这是今仔要透过这段的圣经信息，咱要哪去面对？来思考，毋是圣经中保罗咧面对哪点？今仔你我伫教会中，伫咱的小组、伫家庭、伫咱的家族中间，伫你甲人的志业中间，深受迄款的影响哦。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人生吼真正有真侪这劳苦重担，所以耶稣讲，恁担劳苦背重担会通就问我，就是表示讲，恁世上有苦难，有一寡这重担。内在身躯的，也是讲甲遮处理的代志吼。上歹搞定的是啥？人啊，代志拢好处理对无？人上歹处理对无？所以伫遮咱看讲，一样米饲啥？百样人。所以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原生家庭所原生的家庭所产生的即款的态度、个性，拢无法度伫遮一时的就会通伫遮来改变所以伫遮咱看讲，保罗伊面对遮个十色人，伊要传福音嘛有真侪遮个困难伫罗斯德了后，互顶甲半小时，伊爬起来，然后佫走入去，然后去到特比，今仔日个经文讲，伊佫倒转来呢，佫倒转来到伫罗斯德、以哥念、比西底、安提阿做啥物代志？伫遐来坚固因，伊都互拍甲半小时，佫有一群人想空想芳，要伫遐来阻挡因的传福音。总是保罗、巴拿巴即个团队真勇敢起来，以外佫会通继续去面对，然后伫遐来教导、来帮助，或者因所建立的国教会安怎去继续牧养，互因离开了后，即个教会犹原会通伫遮继续来运行，伫遮来牧养所以伫遮咱有看因倒转去到伫特比，然后佫倒转去坚固遮个城市的时阵，这是一个因免突破伫因目前所拄着的遮个困难。其实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甲咱的本土的信仰有真侪遮个利益的冲突头一个就是讲，伫当时来讲，咱后壁使徒行传嘛会到伫以弗所心嘛会看到讲，伫迄个你要得到利益的人万一迄个利益失去的时阵伊就会反扑啦，就是讲伫遐甲你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甲伊当做神，恁无要互阮拜的时阵安怎迄个周边的一个利益像讲你信主，也是讲即马文主公啦。龙山寺即马无举香嘛无烧香安尼对当地遐个啥物人会造成损害？卖香的嘛，对无所以一寡仪式其实背后有真侪遮个商业的一个利益对当时开始西境大家嘛，拜四暗拜四早起就地动恁有注意无？早起有啥物人去互摇请？你头一个摇请，你的想法是安怎？继续睡，还是哪？我紧起来穿衫穿裤，较袂死角，较歹看。有人是安尼我若拄着迄大地动要死，我嘛是较好看安尼有人怎啊？我甲问讲，敢有？真侪人对代志的反应无共款。其实为虾米一定爱洗即个大甲妈爱洗脚？为虾米？除了信仰虔诚以外，检查咱会通认同因真虔诚有当时比咱较虔诚，对无？迄桥来安怎？拍落，阮细汉就是安尼，哇，紧紧软桥骹第二个啥？30亿、30亿的商机，你知无？所以伫背后其实像拄仔讲，有真侪遮个利益，伊遮个商品拢做好势无势要安怎卖？哪有遐个通路？安尼了解所以其实
以弗所遐嘛是相款哦。哦，保罗因到伫迄个所在去传福音，啊，就有人侪信主，所以就影响啥？遐卖香火啦，卖金纸的啦，卖其他遮宗教的用品的嘛。这是甲传统信仰有当时啊，咱信主了后安怎？哇！你去祭拜的时阵，你是要拜，还是要点头，还是要举香？有当时吼去到迄个场所，也是你厝的人，你家己是做查某囝、做后生，迄个是真大冲击啦吼。所以伫迄个文化无共中间嘛是你要安怎去伫遐来面对吼。第三，咱有看伊讲选民的优越感嘛吼。会记得这彼得伊伫啥物所在？伫遐禁食祈祷啊，结果有一个图像会记袂？伫迄个约帕的所在吼。约帕伊透中昼的时阵，伊伫遐祈祷，然后上帝互伊看一个异象，甲伊讲3遍，抬开食。伊讲毋通，无清气，抬开食，毋通哦。上帝无甲讲你是我大，你较大安尼吼。所以伫遮吼，到尾啊，上帝讲你抬开食，意思就是讲，遮个无清气的动物好趁是上帝外邦人啊，咱啊，伫讲咱，你知无？啊，伫犹太人的眼中，你我是哪亲像遮个动物无清气的啦。所以意思就是讲，恁无机会，恁无迄个权利来信主得到即个救恩吼，这是。古早犹太人因选民的这优越感啊，吼，所以伫传福音的困难中间，后壁咱就会讲到伫讲，因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会议中间，要来处理这个外邦人信主的问题，吼，变怎伫遮来敬拜的问题，吼，要安怎洗礼，有啥物款的影响无？吼，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讲异端亵渎上帝，所以伫迄中间，咱讲保罗为虾米互人点石头？如果你若对路加福音22章的69节，而且有看伊讲，耶稣互人带到这石头经啊，是这宗教的领袖头前吼，然后伊讲一句哦，伊讲对打了后，人主要坐伫上帝权能的正边。因就问讲你是上帝囝吗？是啊，掠开，然后到伫彼得倒去面头前，伫遐甲伊审问吼。耶稣是因为讲这话吼，然后伫遮互因掠着迄个空棒。然后改定十字架。伫《使徒行传》第7章吼，第7章的大概56节的所在，第7章遐讲啥？讲司提反伊为虾米互石头钉死？嘛是因为讲伊咧亵渎上帝。伊要死进前，伊讲我看见天开，然后看人主坐伫上帝正面啊。结果遮证人的反应是啥物？莫阁讲啊，阮无爱听啦，安尼哦，叫做石头甲钉死啊。意思就是讲亵渎上帝。顶回我有讲着，毋知咱阁会记诶。讲石头钉死大概有3方面，第一个就是亵渎上帝，第二个你杀死人，第三个惊奸淫。所以伫当时犹太人因处理遮个人诶时，用石头钉死有即3项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保罗因互人用石头钉吼，其实13章的所在吼，13章的所在39节，伊有讲啥？恁靠着摩西律法吼，袂通称做义，只有靠着即个人，就是耶稣，恁才会当称义吼。这是毋是犯着因的真大的即个改变，对无？你会适当嘛吼？阮摩西的律法，阮遵守遐久啊，你敢伫遮来批评？所以咱看对以哥念因用石头来钉。保罗吼，倒伫遐，因掠做是骨翘起安尼吼。所以伫遮咱看讲，因咧期待耶稣是啥？政治的比赛啊，军事的比赛啊，一骑战马，要帮助因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就是以色列王国吼，恢复。然后咱看讲，耶稣哪会骑驴啊？毋是骑战马，所以伊表现的是啥？受苦的比赛啊，就是。用苦难来付出代价，来伫遮来建立即个上帝国。第5个就是讲民族中间的迄个仇恨啊，吼，有旧仇嘛有新怨恨，所以对人甲人的中间迄个仇恨吼，冤仇带动啦。所以伫遮因逢殖民啦，互罗马帝国管
啊，因佫想要伫遮翻身安尼，总是无法度吼。所以伫民族中间，迄族群，咱看最近美国也好，也是讲拄仔咧讲的吼，遮个黎巴嫩吼，15年的内战结束啊，总是人的心还佫咧伫遐咧烧战。人的心还佫伫遐咧烧钱吼，无法度伫遮来结束。所以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有当时啊，咱想袂晓，约伯你哪会拄着遮的吼？到尾啊，伊敢理解讲，从前风闻有你，近前有听过你，总是如今安怎亲眼见你，亲目伫遮来看到你啦吼。所以保罗嘛伫遮来讲，伊讲要进到上帝国，你要做基督徒。爱苦会起啦吼，因为你啊附近有大家人去佚佗，对无？即马7月开始有这几倍券，3倍券嘛，对无？来外口佚佗啊，对无？啊，恁做基督徒，哪会安怎？爱附近遮大家爱做礼拜吼。所以伫遮咱看保罗甲遮个人讲，要入上帝国吼，嘛爱附近大家。我伫遐感受讲，好亲像你要买一块黄金吼，真纯的黄金吼，咱有开金仔店的吼，咱拢爱999对无？点9对无？看上纯的上好啦吼，要安怎称做一个纯金？要安怎称做纯金？爱互火锻炼，爱互火烧嘛。所以咱来讲信心亲像黄金落火炉，哪炼哪会当安怎？哪顺转，将遮一寡遮杂质伫遮啦炼掉啦。保罗对伊来讲嘛是想即相款吼，所以伊咧表达讲，你啊看我的人生吼，过去专门咧听基督徒，总是我信主了后。我有经过真侪遮个劳碌艰苦，我嘛有几暗暝无困的经验，嘛有安怎腰喙搭顶顶无通食寒烫肉体顶顶，为着福音的缘故吼，总是为着遮个至亲吼，福音的缘故，伊嘛安怎甘愿伫遮来附上大家吼。讲到遮，兄弟姊妹，你搁要信落无？拢点点吼。有当真爱面对吼。我拄仔讲，我第一场我会当徛伫遮吼，是为虾米？因为是大人因过去面对信仰的挑战。我应该捌讲过，我老母阿嬷吼，妈妈倒转来信主吼，去出所甲伊告，较早派出所，去见船长，咱无法度想象啦，吼。教会接受，因为信仰缘故，去互是大人赶出困牛车，有厝无法度倒转去。总是伫伊年长的过程中，咱信仰真水哦，真做阮遮信仰后辈真好的一个学习啊。为虾米伊还会通伫遮面对互赶走，互赶出家庭，然后伊可以通继续伫遮引带伊的孙仔。伫教会有真好的服侍吼。传福音过程中间，检测有遮个困难困境，头一个压力啦，牧师定定讲叫阮着传福音嘛，我着含慢讲话，总是我真实在，对无？我着无迄个喙水，定定牧师着要叫我传福音，对无？迄真大的压力啊，我着无法度传，袂晓传，所以。有当时咱面对遮个压力，无咧，我做小组长，我做当家也是讲我的工作都足无用吼。若搁爱负上大家时间、金钱去陪伴，哇，这代志大条的，你知无吼？所以要安怎伫遮面对，这嘛是咱做基督徒一个需要面对的即个困难吼。第三就是讲，哎呀，我餐会我共约约10个，甲我放粉鸟放10个。拢拒绝所以久来你会感觉安怎？失志对无？有即款的人无？免举手啦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真受伤来我要讲，叫伊信主，我讲遐久甲跟遐久总是拢安怎？拢无要信啦所以感觉讲安怎？互拒绝感觉真失败嘛有即款的人所以伫迄中间，嘛有迄个讲我都无讲啥，伊信主啊
啊，信主啊，总袂当讲拢总啊交代互小组长啊，因为咱咧讲啥，啊，牧师就讲关系性的、关系性的报道甲栽培啊，哦，啊，所以我既然我甲带来啊，对无？免责，真赞哦，会带真侪遮同事来哦。不过咱要安怎继续啊陪伴？啊，有当时因的个性啊，因的个性、因的脾气。咱爱接纳的，因为拄啊初入教会吼，要安怎去因改变你，要安怎去接纳因啊？无简单的，所以有当时啊讲一句话吼，你会三条线呢，对吧？有啊，你有拄着即款的无吼？所以要安怎去处理要安怎去帮助因，这接纳的问题吼，你是毋是还佫照顾？你要安怎继续甲陪伴这属灵同伴，你陪伴伊开时间。带伊去小组，你带伊小组，你爱陪伊无？哎呀，哇，咱小组长啊，组员有代志对无？伊体贴牧师啊，对无？半暝啊，佫伫病院咧陪伴，对无？所以伫遮真无简单，我感觉咱要付出，是毋是有法度去面对？过来一下分配时间的分配，哇！人愈来愈侪，牧师的时间有够用无？咱的组长的时间有够用无？哇，若要搁加牧者，是毋是迄人数的成本会搁增加？所以这拢是教会咧面对遮传福音时有遮个困境，有遮个困难。大家有迄个共识啊无？若无迄个共识，检测就会有一寡遮意见咱最近爱餐要开始，德福嘛在开始，所以伫这分配遮个啥物人要拼，啥物人要做，拢会产生一寡无共款的意见所以到尾来到我遮，牧师你也看安怎所以真侪遮个问题初代教会嘛，因为食饭的问题出代志嘛，对无讲迄年话讲这外邦的话这犹太人希伯来文的所以因就无共款的对话，伫迄对话中间就出问题，所以。变做我你讲的甲我讲的无对等啦你不了解我的明白啦所以伫遮为着要签名领便当，结果嘛会出问题安尼所以真侪遮咱拢爱去面对过来啦，哇，人若愈来愈侪，小组若咧增长，空间要怎伫遐使用，对无人愈来愈侪，像讲咱台语的礼拜，其实人数嘛差不多饱和啦饱和不是菜饱和所以伫这中间安怎，咱着爱想隔壁有迄个空间无，所以咱长咧讲所以为着即个祈祷检测嘛有一个空间会当做伙500-600人伫遐来做礼拜所以这拢是爱咱教会去面对资源的运用，过来着啥无共的语言入来。检测真好，咱有无共的语言，第一场是华语嘛，对无？因为人真侪听无即个台语，所以咱着爱开啥物白话语班嘛，咱请单长老来开课嘛，你白话语若好毋对，你知影？你天差地啦，对毋对？耶稣伫山顶教死人变教死人啊，彼得伫海边。拍网变拍网嘛，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安怎？无往来，所以迄个语言咧听就有差错嘛，所以咱就爱想讲要安怎伫遮安怎来安排，若联合的礼拜要安怎，牧师要安怎讲，对无？有人要说咧，我到底是要用台语，还是要用华语？因为我讲的伊听无，要安怎？毋知要怎说，对无？所以等遮咱着爱想办法讲，是毋是加一寡场第一场、第二场，甚至第三场，这拢是咱爱去面对伫传福音过程中间佫有就是讲咱看见伫咱的教会内底有无共的族群嘛，有新住民，咱有对中国，有对越南，有马来西亚，佫有对。印尼哇！所以即摆是多元的族群伫教会内底所以每一个民族的个性，佫有靠遮对无？
客家原住民，搁有福佬人哦，所以要怎伫遮来融合，这拢是一个真正爱去面对的问题，要伫遐来牧养，要来管理哦。所以这是面对侪遮教会伫推动的过程中，初代教会嘛拄着遮困难哦，要怎有智慧伫遮面对艰难哦。保罗伊讲，我得到秘诀啦，这个秘诀，互我会通伫遮面对哦。到底会通找到啥物款的秘诀，互伊有即款动力继续伫遮来传福音？其实就是安怎，伊看见耶稣，耶稣讲我是你所撇下耶稣啦。耶稣为虾米愿意付出代价？选12个学生，嘛有一个安怎背叛伊，搁伊互掠伫大祭司的厝内底安怎？彼得几遍毋认伊。3遍嘛是算背叛伊，对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到尾伊上十字架时，伊讲爸啊，赦免伊，因为安怎？因毋知，这是出伫疼，出伫耶稣的疼吼。圣神的同在，互咱才会通疼会落啦。若无有当时咱会感觉，这个人我疼袂落啦，疼袂入心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保罗，伊得到迄个秘诀，是因为看见耶稣的疼，伊才有法度去疼遮个检测。对着伊个阻挡伊个，甚至咧伤害伊个人，有当时咱嘛是安尼，有这信仰帮助你个心，你当听会落，若无咱听袂落，真正无可爱哦。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倒转来，伊知影迄个秘诀，所以伊倒转来到伫罗斯德，到伫以哥念，到伫比西底安提阿，然后伫遐来坚固因，帮助因。伊有讲伊讲要进入上帝国，这是好事。总是伫咧困难，伫迄个路程的中间嘛有困难啊。所以咱知影讲要入去上帝国，迄个路是无好行的啊。透到这个天堂的路是细条的哦，无好行。总是咱有价值啦。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保罗伊就倒转去，然后伫每一个教会伫安怎选长老，选者同工起来，培养因。用上帝话、上帝道来真理吼，所以圣经的话是做真要紧。所以伫长老会上要紧的是啥？伫过去毋是两个呢，过去的讲台毋是两个，一个吼，阮伫南部人迄讲台是一个放伫中，所以意思种长老中的信仰是用上帝话做中心嘛。过去是安尼种。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咱有看保罗伊用上帝的真理、上帝道理伫遮来教导因、帮助因，用上帝话才会通去抵挡个环境、人的语言的伤害。伊才有法度安怎？好，我赦免你，赦免几遍。所以耶稣讲你70遍啊，你若赦免到490遍，我想491遍你敢袂？还是我算啊拄啊好？我讲，我甲你赦免到490遍就好。我想你若赦免到490遍，你会阁赦免，敢毋是？对无？所以伫迄中间，减在语言的伤害，互人的心的防火倒嘛吼。所以伫遮会怨愤、扣分，所以伫遮甚至动迄个杀人的念头啊。所以语言真要紧，要讲的话真要紧哦。所以保罗用上帝话。来帮助人伫人的对话中间，才会通和睦行起哦。所以增加因的信心，有智慧来向前。咱来看一段影片，就是讲语言的伤害啊。哦，伫校园，咱常常拄着讲迄个语言的霸凌，对无？我有当时伫基督徒的群体中嘛会啦，伫家庭嘛会啦。咱看讲，你若拄着这伤害，你要怎回应？要怎面对？保罗用上帝话来坚固因，互因面对这困难。咱来看一段影片，短短吼。You're an idiot. What'd you say? You're an idiot. You're an idiot. You're ugly. That hurts 所以人 my 甲伊骂你 feelings. 会应 Yeah, 嘴 like I 袂， care. 可能你会应对。 I'm gonna get you in trouble. Sure, short stuff. I'm taller than you. Shut up. You call me an idiot one more time, and I will windmill kick your face. Like I care. Like you could do anything in those clothes. These clothes are freaking awesome, okay? Sure, plaid and sweater vest. Oh, you have eyes. You can see. Stop being mean. I hate your face. Stop being mean. I hate blonde people. All right, give her a big hand clap. She did great.
All right, now hold on, hold on. 咱 Good 咱的 job. 反应就是你甲骂一句，我爱骂两句，得得。 I tried to stop you, I couldn't. You did a great job. We're gonna play one last time, same rules. You can call me an idiot. I'm gonna try to stop you. Don't let me stop you, okay? You keep being mean to me. You think I can stop her? No. No. All right, I'll try. Here we go. On the count of 3, everyone say action. 1, 2, 3. Go and call me an idiot. You're an idiot. Oh, you think I'm an idiot? Yeah. Yeah, sometimes I do stupid things. That's true. Yeah, you do. You always do stupid things. I know. You're so smart. You're so lucky. Yes, I am. You're awesome. Thank you. And you're not. I know. We established that. Cool. Look, my happiness is not based on whether you think I'm cool or not. I'm going to be happy even if you hate my guts. Okay. And I'll always be nice to you, sweetheart. Okay. No. Isn't she lovel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 won. Give me a big hand clap. That was awesome. Sociologists have been. 即个影片其实我出一段尔，不过你会通去骨顾吼。而且面对语言的暴力，也是讲人甲伊骂，人对你讲的语言无介好吼。你若甲应转去，就是安怎一句来一句去啊。所以遐个争端就是因为安尼爆发起来，甚至对两个人引起到伫全国吼，即个吼。这伫咱台湾嘛是差不多安尼吼，变怎面对？伫教会嘛会呢？是毋是你会通亲像安尼有智慧？上帝话互咱有智慧的时，你讲出来语言就是安那有智慧的言语，会通化解迄彼此的冲突吼。所以保罗就是讲坚固因讲，恁爱好好持守恁的信仰嘛吼。即个上帝话就通帮助咱，互咱有智慧讲即个智慧的话吼，莫因为讲别人的一句话伤害你，怎啊无爱来教会这真正大个损失啦吼。上帝爱咱每一个人，就是讲安那有迄个方便用真理来诚做咱要抵挡遮个攻击的一个真要紧的防备吼。所以保罗伊倒转去就是坚固因用上帝的真理来坚固教因安拄着艰难毋通失志吼，会通继续伫遮来安怎来信靠主赢过遮艰难。所以伊伫遐设立长老，然后教导因、装备因。教会嘛是安，透过为什物要开遮个课程？就是初信的遮个基要真理以外，咱免帮助人去关怀遮个关怀遮个软弱的人吼。所以属灵家长也是小组长的训练。就透过关系性的栽培帮助，讲牧师我无法度传福音，总是遮个课程就要帮助咱安怎？你有方法性伫遮来传福音吼。我想透过安尼，互咱学习免去赢过遮个困难。伫灵性的顶面，咱一定爱装备咱家己吼。第二就是讲时间的付出。保罗圣经讲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然后呢，遮个拢要。赏赐互你吼，加添互你，所以优先顺序若超了对吼，上帝互你袂遐无用吼，事半功倍，你得到迄个好诶效果吼。其实咱伫迄过程中间嘛是咧锻炼迄个疼心甲吞忍吼。有人讲袂出声，总是你着爱安怎有耐心吼。羊顾牧者顾羊羊是作戆诶啦，有当时佫无啥听话有当时做牧者诶吼。咱若做小组长咧牧养，就安尼吼，变仔好来保护、看顾甲引带，这拢爱需要有耐心，这爱培养，毋是一时久啦吼。第五就是讲，咱看讲保罗伊伫遐设立遮个长老，然后因即个游行布道的使徒团，因就四界伫遐继续伫遐来传福音吼，建立教会，然后伫遐来培养在地的人才。我想教会游园是透过安尼，咱10月每10月拢会选举嘛吼，选这长老甲执事，其实就是透过安尼栽培，然后互因有继续承接即款的牧养的角色。伫迄个过程中间，保罗因伫做事工最要紧受拣选，要去啥物所在，有一个真重点吼，就是祈祷圣神你安怎引带。
有当时因用家己的意思要去到什物所在，耶稣会神讲安怎？袂使，恁来往对去。哦，原来有圣神的引刷了后，因去到迄个所在，就做真好的工。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面对咱人生的路站艰难，你愿意互上帝来引刷吗？莫因为人的一句话，我嘛念当讲恁的身份可能代表教会。最近无共款的人的政治立场拢有对无？吼，要罢送，要罢送安尼吼，啊讲甲起毛歹就安怎？像拄仔讲输了安怎？啊无我要来换教会了。嘛有即款的哦，我听着我实在哦，我念遮同讲讲恁代表教会，所以恁的一言一行拢爱注意哦。哦，伫咱同款意思哦，咱要对遮个迷信的人，咱要安怎搁较有耐心，搁有疼心，啊，搁有上帝互咱的即个勇气来面对遮艰难哦。耶稣伫咱生命中间诚做咱的帮赞哦。第二就是讲，咱要安怎面对遮艰难的时阵，哦，主圣神来引带。像我这伊咧为着伊哥哥要信主啦吼，常常透过咱咧学习安怎祈祷，牧师就用祈祷甲伊提醒，然后伊家己嘛咧学习吼。伊的哥哥最近敢若想要洗礼啦，总是要伫病医。伫迄个对话中间，圣灵甲伊讲，甲因哥哥讲，你为什么要请耶稣来破坏我的好事啊？这是一个无信的人安尼讲吼。即摆还阁伫病院啦吼，反正即摆无法度去病院甲看，总是有迄个感受了吼。等为大家咧为伊的哥哥咧祈祷的时候，伊的哥哥领受圣神的同在吼。伊甲伊的小妹讲吼，耶稣即摆来啊吼，我有平安哦，你会当转去安尼吼。兄弟姊妹，咱看伫艰难困苦中间，当咱当心的祈祷哦，圣神会做真好的工吼。互伊伫迄个检测黑暗关系咧影响这个人时，总是咱侪人咧祈祷时，耶稣伫听啦，耶稣伫遮咧保护。所以才有迄个讲，伊甲遮个黑暗关系咧对话，总是因为耶稣的同在，所以互伊安怎无惊吓，又平安。咱做为起立，咱要安怎将咱的困难交托伫主。虽然头前检测看无路，是风暴，总是主要引带咱头前的道路。主的引带我。
咱做来祈祷。主啊，有当时因为艰难的阻挡，互阮检在看头前，哪像无路通行。所以主，你讲你是路，你是迄条新的路，真理的路，是永远的路，是互阮通倚靠的路，是一条陪伴阮行的路。所以，阮无因为人的语言，因为外在环境，来阻挡阮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想使阮有智慧甲勇气来面对阮所拄着的困难、境遇，你拢知。你犹原无去使阮咧陪伴阮。虽然检在亲像风暴，总是因为阮倚靠你，你就引带阮到青翠的草坡。伫迄所在有你的供应，会当互阮指看，会当阮安稳来安息，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靠着主加添阮开力，阮凡事拢会。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妹，真济，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但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我的只有能乎你，愿主龙潭的街，我的伤害尽的修顺，万人随的故。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明白你的话，认捌你的真理，用感恩的心，常常伫你的面前敬拜你，顺服圣灵的引带。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听者，这是啥有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先要来欢迎头一面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吼，咱欢迎这恩义阿哥吼，对吧？阿哥高长甲因全家吼，来甲欢迎。愿上帝所吼，念伊来邀请恁留落来做伙爱餐吼，请坐。伫内湖教会聚会是无吼？我甲牧师娘伫绍信啊、圣神拢捌伫内湖教会实习过吼。
第胡永宝胡永宝兄弟伫后面我们来欢迎跟上帝师傅带学生来讨园来，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央做来敬拜兄弟啊无？若无，咱来看周培消息周培消息。今仔日是台湾女子新人伊的奉献纪念日请兄弟关心大祷甲奉献。对今仔日开始中昼咱有恢复爱餐晚上来说继续来祝福遮个准备爱餐兄弟因的辛苦愿主来祝福。7月初5，教会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若要受洗的，伫6月21进前，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今仔日12点半到2点，咱犹原有搁一遍邀请洪桃梅老师洪桃梅老师来教导透过这活动互这亲子之间的关系搁有囡仔的成长拢有看见因的成长有影片无？没有啦OK。咱的品格夏令营阿甲培品格夏令营听相信要伫7月20到25来举行伫这下较毋免搁报因为已经满额所以无法度搁报咱已经收100名，有20名互遮个弱势的遮个囡仔所以咱继续为着遮个搁有侪遮个青年的志工因拢是为真大部分无信主，总是因愿意来参加夏令营，来参加这队服等等所以咱伫祈祷中间为着遮个细囝、遮个青年人来祝福其他请咱家己来看拜2、拜3牧师甲孙英长老老牧师伫中华开总会所以无伫教会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来。坚固学生的心，劝因长长踮伫神。佮讲，咱着对侪艰苦来入上帝的国。使徒行传14章22节。坚固学生的心，劝因长长踮伫神。佮讲，咱着对侪艰苦来入上帝的国。使徒行传14章22节。会长，请起立。咱已经祝福甲谢献诗圣诗第394首，这是礼拜特别刷，临时刷请由牧师祝祷。心祈祷领受上帝所，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赢过死亡关系规律来充满恁，
互恁靠着主所加添，互恁快乐的凡事拢会。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疼，诚做盾牌，围绕阮，保护阮。有圣神的同在，互阮的心坚强，持守所信的道理，直到主你过来，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赐福咱，互咱一礼拜充满上帝恩典。